今年报税新增加用手机买通，加上行动电话认证，真正足方便。不过可能不管是老大人，还是因为工具不足，未晓操作等原因，确实冇需要亲自到现场。所以国税局将伫6月10号恢复柜台服务。对此，台南分局表示，因已经做好防疫准备，包括线顶贴号码、片面零条组织。以及每一天限制600名的服务量，同时嘛无提供地下室停车，请民众配合防疫。希望民众能够谅解，那也希望民众呢事先在家线上取号了，随时来查看这个叫号的进度，等到这个号码快要接近的时候，再到国税局来，不要像以往来到国税局大排长龙这样的群聚。真的是会有这个感染的风险。这个地方再次呼吁民众。那当然也希望民众来到了国税局的话，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，因为这个在疫情期间总是会有相关的这个防疫的作为，请民众呢尽量用手机来报税，因为今年我们有新增了2项的便民服务措施，一个手机报税，一个行动电话认证，希望民众尽量的来用手机报税，不要到现场，避免造成这个群聚感染的风险了。疫情3级警戒搁一摆延长，不过以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统计，目前综合所得税申报已经达到7.3%，有4万外件。整个南区国税局嘛有7.5%已经申报，而且有超过99%拢是网络报税。所以经过财政部通盘考量，目前报税维持到6月底。申报跟缴纳的期限到6月30号。这一段期间呢，在我们停止临柜服务的期间呢，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乡亲呢，每一天大概都有2000件的网络申报进来，非常的感谢乡亲哈。我们的申报期限到了6月30号，在这一段期间，还是请民众呢在家网络报税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可以打电话，打我们国税局的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来洽询，或者用电子邮件进来，或者到我们国税局的官网来洽询。那我们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，台南分局也做了一个手机报税的这个教学影片，请民众呢到网站上去看，到粉丝专页里面去看，学习如何来报税。有问题的话，随时都欢迎用电话来跟我们洽询。虽然疫情搅乱报税卡步，不过国税局再次呼吁用网络、用手机报税、多元缴税以外，也强调有任何问题会当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00000321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